好，大家好。也欢迎你参与我们的魅力型男总决赛。谢谢，很开心来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是哇，你今天这个打扮呢，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俏丽，然后带点小性感这样子哈。一点点，那很性感。谢谢。哎，其实呢，我想问 Steffi， 就是你自己本身哈，对这个男性有些什么样要求？你心目中的魅力型男其实有些什么样的条件？其实我觉得魅力型男，不只是外表的重要，其实我觉得自信是非常的重要。我觉得自信很重要，对一个男性有一个自信的笑容，有一个就是对自己很有信心，而且很有内涵的那一种。才是最有魅力、最所以帅的男人未必会迷倒你哈。对，不一定。对，一定要有内涵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 Steffi， 请她为我们呈现第二首的歌曲，好不好？掌声欢迎。好，谢谢。送给大家我的第二首歌，叫《電燈膽》，電燈膽，希望大家喜歡。假使不能公開妒忌，學習
接受。同行時要殿後，誰冷落舊朋友？節日約我3位一體的慶祝，沿途明亮燈飾閃映着沉重，言談越熾熱，內在更冰凍。誰當初無心將兩方撮合，然後留低只得這寂寞日，仍是你們密友，呆望你們熱吻，應該傷感還是快感？能迴避嗎？我怕了，當那電燈膽黏着你們，來回委屈中受難，一個我被撇低，卻又很不慣，要走的一剎又折返。能承認嗎？我故意當那電燈膽他日你們願長時入替也不難，善良人埋藏着最壞的心眼，妄想一天你們會散，會說我嗎？兌換了你身份，可應該滿足，情人還是知己都湧入懷抱，同情或眼淚讓別個得到，留低的原因，一世的秘密，其實明知只得這些愛人，仍是你們密友，呆望你們熱吻，應該開心還是痛心？能迴避嗎？我怕了，當那電燈膽黏着你們，來回委屈中受難，一個我被撇低，卻又很不慣，要走的一剎又折返。能承認嗎？我故意當那電燈膽，他日你們願長時入替也不難，善良人埋藏着最